作曲工作室啊，这里啊。钢琴、音响还有录音器材，从校长室看出汤华英校长的风格很音乐狂热。我从小都梦想我要当作曲家，真的啊，梦想就是有梦想就去实践它。念初中发现最期待音乐课，汤华英大学选择新竹师专音乐组开始创作，近40年已经有200多首作品。这个是我的那个全国运动会会歌了，我做的啦。还有儿歌、合唱曲、协奏曲，甚至佛教歌曲，曲风多元，国台语、原住民语都行。而汤华英自己最感到骄傲的是，可以透过歌曲教唱，让人轻松学会说客家话。去东去，去东皮去。利用客家话的音调模拟火车行进的声音情态，小学生们果然唱几遍就会。下考你啊！油菜花怎么念？油菜花。小丑怎么念？阿醋吧。伯父怎么念？阿爸。哦，唔好讲价哦。哎，不错，你学得快，都学得快，因为你教得好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说引责按不会搞。改变方式，也许就有传承的转机。汤华英想把客家歌曲文化从校园里留下来。不想像失去双亲的心情一样，只能缅怀，怀抱哀伤。碌碌着会有一行。有音乐校长之称的汤华英一直持续创作，这是他在圆梦，歌里有他的感动，他也希望大家领略客家语言之美。学懂嘅，认真，按会搞。唔學懂嘅，唔整，唔按會搞。